班啊，换小抄，哎呀，就没有劲呀。嘿啊，因为我唔记得歌词，唔记得歌词，但是抹枪要有间奏的时间用标准，啊，冲狗的时间就拿。因为我歌有写到凡尔赛宫嘛，然后我大学的时候，我的专题就是写那个，哎，不一样，我专题写罗浮宫。上次就有一个人去法国嘛，对啊，他说哦，你有去法国那个罗浮宫吗？是，哦，那个叫罗浮宫，不叫罗浮宫。有。老热到你睇，老热跳下来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寶姑啊。金啊，你是酒醉啊？昂，上次爆零零。哦，血糖太高了。对，也有多人的流行组的保胃整把水。啊，老热打擂台啊，你歌唱比赛节目啊，大家非常好看啊，哈。係啊，所以哎呀，目前已經有VV面咋。關注高關注，已經剃到關了。你還給學弟，好，你 IV。 哦，李彥峰避免3關。好了，目前避免3關。流行組有崔天一力關注，還有7關哈，所以還請假了，7個禮拜，又少1個禮拜，是不是很快？對，我記得上個禮拜葉老師有跟他提醒提點一些東西，有，看2個禮拜有他進步。會貴精啦，哈，成績我看。做得喊他好啦，好，那個要比賽之前哈，介紹完的評審老師啦。好，歡迎葉家秀先生、齊家偉先生、齊思碧先生、總飛先生。麻煩老師們啦哈，好的，CB 先生介紹聽。對，馬上進行級別比賽。TV 參賽朋友，新嘅參賽朋友來自新竹戶口，自家期待來摘茶細妹。好，來彈開啦，嚟。 把喜满心，摘茶愛摘個流言阮也加疑心。阿妹心願英雄對門三個阿哥情，用辦心情進來傾聽。去年講到你下忙疫情，兩地無平定，用加沙那。 把喜滿心，摘茶愛摘個流言阮也加疑心。阿妹是阮英雄對門三個阿哥情，用辦心情進來傾聽。去年講到你下忙提親，兩地無平定，用加沙那。 謝謝。嘿，摘茶什麼？哎呀，佳琪，你不是客家人哈？不是，不是哈。後樂人。
外省人，外省人外省第二代。哦，但是你的令马很客家哎，我自己做的，你自己做的，他自己做的，衣服是我们老师，我批布老师帮我做的。那你怎么会跟客家连结呢？因为我有参加那个歌唱班，有学到客语歌哦。刚开始蛮讨厌客家歌，因为听不懂。好多人都这样，奇怪。对。然后就像我讨厌英文歌一样，真的都听不懂，然后就会想翘课，然后台语我也慢慢有进步。所以你一开始是学国台课就一开始都有学了，对。但是你打开了以后，对不对？都很好听哈。对，就觉得客家歌蛮有意思，然后也蛮，很多歌曲都很好听。对，就开始感也不一样。那谁教你说唱杂茶 C 模一定要这种装扮？我看那个歌词上面有写啊。有令马啦，还有俩杂茶，有一个那个楼这样子，才有意境嘛。对啊，刚好跟歌搭配。对啊，就是名实相符，杂茶 C 模。对。我来耍差一个 C 模而已，没有。欧巴桑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好棒哦！第一次来节目啊，你是去鱼参加这样的会线的？有，就在东兴集会所。竹东吗？不是哪边？我们湖口。福 K 对，福 K 也是人家推荐你去的呀。对，就是老师还有海报。然后我是想说，老师寄给你海报。赖给你海报。我想说来玩玩看这样子。还没想到就中了，就被拉到电视台。评审老师对我很好。我们评审老师。在海选评审老师他们都很棒。对，因为我们海选，我们希望大家尽量来，就是放到真的是海选，比跟海一样宽。对，我们海选标准。谢谢，门槛很低。谢谢给我这个舞台，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真正的考验在电视台，对，这才专业评审的共比哈。嘉修老师，佳琪实在真的很用心呐，我觉得从头到尾其实都蛮用心的。不过，老实讲，听你唱歌刚开始就觉得很可爱，而且他很用心哦。他唱歌的表情啊，什么东西真的有点像，对，动作、讲话，就像讲话的那种叙述性的感觉，其实都还不错。虽然感觉有点快跌倒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基本的那个拍子怪怪的，就是他的身体动作跟整个的拍子是不一样的。对，他搭不在一起，就是那个口腔老师那个。小康老师最辛苦了，因为要跟上他的拍子不太容易，就是他每次脚踩的那个点都不见得在拍子上面，但是他蛮不简单的是，他真的把它唱完了这样，而且还算蛮准的，虽然小康追了一段呐。第一遍的时候。对，第一遍的时候吧。一般人如果是抢拍的话。大概2小节，小康就追上，他追了8小节，因为他一直继续跑这样。对，我看到鼓手老师追得好辛苦哦。对，我还以为打错了吗？不是。罗哥说打错了吗？我说，对啊，我们再听一段试试看。对。不过讲实在。参加比赛其实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不要把它想得那么严肃，因为多来几次，你就习惯了嘛，然后你的经验就丰富了哈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他参加的心态是很棒的，就是说他觉得想把这首歌表现得很好嘛，吐槽那是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不过我是建议你说，其实除了语言以外，唱歌的话，你在拍子上面比如说像。4拍的拍子，你以后开始要练唱歌，你自己要打拍子，或者是现在都很方便嘛，手机买一个节拍器，对不对？你跟着那个拍子滴到这样练久了以后，你的拍子就会准。其实我觉得他的音准也很好。所以就是只有拍子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他自己唱得很开心，然后在自己的拍子上很开心啊。真的把乐队拿掉，觉得他拍子好像也没什么不对，可是斗在一起他就不太对这样。所以你可以，就真的需要的就是这个基本功，再加一点点哦。下次可能突然之间你就觉得，自己很棒，我们也会觉你真的很棒。你要跟乐队老师能够结合为一啊。可是我没有认真听音乐吧？你没有认真，你说你没有认真听哦。不好意思，拍嘴，你们那么辛苦，他没有很认真啊。对啊，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，他就直接把小康当成卡拉就对了。
然后他才下错点，这样。OK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很用心，他至少他很投入啊，他完全在自己的拍子上面唱这样，哎，所以这种精神实在值得鼓励，但是这种技术实在值得加强，这样。哦，好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你做了看你分数了，看你的分数了哈。好，来，好，看一下主家起的分数。这个分数，以我们今天这参赛者来讲，你要留下的几率可能不高哦。我已经没有想要留下来了。为什么？哇塞，你讲话也很直哎。我本来就很，因为我外省人就是直直。哦，外省人就是直直了。好，我蛮适合交个朋友的。我客家人我也很直哈。直女。没关系，你回去再练一练啦。对了，好，下次有机会或我们哪里有海选。或是你就直接打电话跟那个说我拍子练好了，我练好了。小康，我愿意听一下他的音乐，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佳琪姐姐，谢谢哈。好值啊！我好累哦，我要回家了。真的，哎，不过真在参加比赛哦，真的冬天的一件事情。嘿啦。从早就要一直等到晚上。对啊，他这个看到一些节目啊，有短，其实我们要制作期程很长。而且我们节目算还不错，罗哥都睡8觉去了。我们节目还算温暖呢，对，还有便当可以吃，对不对？还有车马补助费可以拿，是一个优质的节目。珍惜这个节目啊！够抽一下，你再做一下哈。好，来杀下来，杀下来，罗子欣带来给唔出个心。来，弹个啦。西风过牛发落，蓝天又来到，梦魇土绵绵爬松三条青尾沟，林天公向南风，微灯归身红，你答应天灯就着甘寒又停住。佳姐，哎，唱歌今日佢要怨咪咧？为什么？你跳好哈？你跳好啊？有以後唱歌嗎？冇，一冇。
吃盐。跟有没有完全蜕变呢？你的应该同佮糖的果有没有关系？你之前中国没安稳呢，人家中国很稳呢。稳听清楚。对呀，pitch 好准哦。因为我会怕高音，因为如果太高音，我怕会瘪掉。所以比较有把握啦。就高音感觉力道比较不够而已。但是我最没有把握的是我的气。不过你唱歌正经嘿，就会讲虽然讲上线上音较强的俩，它有稳突嘞，不过唐艺伦嘿有些的不重啊，比较虚一点。像这种比较抒情的歌好像还可以。告诉公会冲跳一种歌，唱跳尽量不要这种歌就是真的。对呀，最近有一来撩嘛，发脸。发脸啊，哎呀，做嘛只有一发脸撩。跟另外一半去，还有他另外一半呢？哎呦，另外一半呢？会不会太早？他搞不好都老公老婆这样叫，对呀，没那么早。难讲啊。不会。对啊，那什么时候要生小孩？还是已经有了？你生完才来比赛？没有，没那么快。没那么快。家婆不宽好吗？不宽不要那么 detail 哈。同男朋友可以发脸撩了，太幸福了。放电这样子了，充电啊，不是放电。刚刚那唱那首歌唱的这么幸福，轻有感情哦，让这首歌的那个这位老师是客语版原唱。他好开心啊！他是一直看着其他老师，走的喽，黑嘛，黑俩意思嘛，什么罗哥，我现在压力好大，罗哥在那边都一直在监看我们。罗哥，你不真的，我是这样，就是我听到如果唱的觉得不错，你也会看一下，我相信你们应该会有反应啊，我就会看一下你们的反应。因为两位主持人们喺懂厉害金曲歌王歌黑，你们也是评审级啊，只是没有，就是我们在这边。我先说连续2个礼拜，我就想讲，知心会唔会2个礼拜，因为佢之前表现都比较不稳定，投入的状况可能没有那么好。我们每一位欣赏都吃到讲，奇怪你特别比赛，怎么觉得你漫不经心啊？然后好像你周围抖，给前期的时候你周围抖。你说我们就是有点恨铁不成钢，你怎么做不到？连续6个礼拜，你让我吓到我刚以为是我的问题嘛，我还去看一下老师，然后嘉旭老师说，然后睁大眼就再看思维老师，然后思维老师的眼眶已经泛泪，对，还跟着唱对，然后我就想怎么回事？我还跟龙太太讲，每件事情不管你的能力到哪位，投入力量那是当中的。你还有投入法，你的认真的态度跟你专注的态度，就做得容易平常时表现的东西全部表现出来。你今天要做一个很好的示范，因为你的投入。古所讲唱歌的时间，我看到以前冇强用的自信的自信出来的。然后我知道最难的地方，除了讲你以前唱歌全部标出去，你要给大家看到哇，我是多么的张牙舞爪的技巧，跟我自信都会唱这首歌，我练了多少。不过2拜我们看到你把武器往内收，你出去的功力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你那个内力是打到我们的心脏的。给他尾音数都懂好，大杂司的尾音都懂讲，你以前在尾音都会掉，或者是说你想要拉长，或是你想要放，那个都不准。就是该长你不长，该短你不短，2拜黑全部度好，而且你最重要的是你的音准非常的准。这是我非常意外的。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，就是你现在唱国一个问题，去花莲的关系，对，是不是你的就是你的情感让你加很多分？花莲被灌溉了，哎呦，有可能哦，被滋润了，或者是你，好，不要乱讲。阿婆排谁啊？我知道今天首歌曲正经表现得当好，因为上个礼拜你唱的歌曲的当中，观众朋友会讲，这位先生唱牙歌一定分高分啊！但是没有，我觉得每个老师都这样。我要把上个礼拜我少给你的分数，这个礼拜加给你。哇！谢谢你的演出，你真的很棒。我爱龙严凤讲，严凤。楚天，我敬重秋天这个词外，有一位高手出现了，我觉得他已经撞破那个墙了，你要小心哦。哇！你干嘛这样？他的第2道墙破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希望他更厉害，已经很厉害了。他是现任卫冕者。因为我没看到烟风喊那某个东西会出来了。他已经皮笑肉不笑了。因为我看到烟风还有更宽、更不一样的东西。烟风唱嘛？
超好，超。哎呦，很迫不及待想要看你的分数。看了哈，看一下罗子晴的分数。哇！哎，我们不约而同的一起看艳风。哇！也是唔一样我先生。哎，真的艳风，我子晴给每一阵给3。给你真的唱得挺好。对呀，很感动。继续加油。下次真的不要选那种他的那种快的歌啊，他没有唱这种小品，比较小品，清清淡淡的。冇啦，要做的挑战啊，我本挑战去搞一本听图嘛，系嘛？OK，好了，OK，看你自己啊。对啊，你先过完关啊，10关过完再挑战。好了，好啦，什么子晴？哇，可以这么这样子。对啊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说了。他们后面吓死了。好，来杀了。杀了，去见烟风带来随演。来，当然了。人生是梦到演变。我南部闽南人。拍摄，我袂记。高雄。你高雄人啊？哦，有啦，有高雄的季节。对不起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我都很怕咬字是我致命伤。哦，咬字嘛，咬字吗？你讲行业啊？对啊，可是还是来比赛就要标准啊。哦，所以要有要求。你觉得你客家话跟英文哪一个比较标准？英文，真的，因为English teacher 啊，难讲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现在那个客语的话，我只要认真学习，还是可以学到。还是因为这是你的母语对，后天的学习也是很重要。对啊，母语其实要捡起来学，很快，比较快一点。哎呀，完全不。尤其是语言这种东西哦，它其实是一样通样样通啊。就会告诉你，好给像英文嘛，应该不算是我们自然，就是说母语的这个系列。如果你可以学好，其实其他语言都会有机会学好来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对啊，真的呀，真的呀，抓住那个发音的重点就可以了。发音。可是那个客家话要揣摩很久，因为它很多半音，很多
的音，还有很多 NG 的音那种，爱音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客家话比较简单呢，因为你是母语啊，我们不是黑啊，你不是也是母语吗？你客家音？我是闽南人啊。哦，你闽南人，我闽南人呢。对哈，我南部闽南人。拍摄，我袂记。高雄。你高雄人啊？哦，有啦，有高雄的季节。怂。对不起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有。就会亲切跟一种感觉，很亲切、很本土的味道了。哎，对。亲口啊。是。你不要站南北哦。我等下被网友。好啦，冲水了哈。那我们来听评审老师讲评一下，想四 P 请上。好，燕凤姐姐，今天你表现得很好哎，真的，亚叔国 Q 啊，算是我们客家，也算客家国歌了啦。好，但是由一位这样子非客家人能够把它唱得这么完整，好，这是我听到非常开心的事情。因为讲，我要下客家歌，除了我去个，我要照顾我要去个客家人，就是照顾我们自己客家人之外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给非客家人，然后能够很喜欢我们的客家歌。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很经典的歌曲，我觉得你非常适合，今天选歌选得非常好，谢谢。对，然后我看到你的用心，是我非常感动的，就是在里面的咬字，其实确实我们抓得蛮严的，但是你身为一个就是非客家人，然后这么用心在学，我觉得你学得非常的道地。好，虽然说有几个可能让你小小的失误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都还不是我们今天评断的一个主轴。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表现得非常好。那就是说，如果要给燕凤姐姐一些小建议的话，其实就是今天的比较大的问题是你气没有 hold 好。所以呢，很多我们段落要出现的一个段落的最尾段的气的部分的运用，我发现你会开始不足。所以像那个一先钳那个钳字呢，就觉得气用得很勉强，收不到。也就是说，你没有办法完整的把这个钳字好好的念好。好，那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哈，因为它同时出现2次。那这个2次的状况，可以感觉得到，你那时候喉咙非常的干，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可能是在你气的时候，前期你应该说是吸气的时候没有吸好，然后你在想要往后面走的时候，已经快要走不下去了。那第二种状况就是你情绪上面没有 hold 好，让你这一段的前面的气用太快，后面就用不到了。好，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你在间奏的时候，记得我每次教同学教学生在唱歌都是同一件事情，前奏、间奏这2个呢是非常重要。他或许没事。但是当歌手的，当在唱歌的人，这2件事是这两个区块，都是要你去酝酿气氛的地方。也就是你要保持住你自己在这个歌曲里面你的态度。这虽然听起来好像不关你，好像是乐团的事，但是其实歌手是在这个时候是要准备好。可是我看到了一个，你在拿麦克风的时候，是一种突然之间好像歌要起来了，你突然之间很快的把麦克风递上。这样的动作的话，可以感觉得到你没有准备好下一段准备要唱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可能要注意一下。那其他的部分都很棒，我很喜欢你今天选歌。好，谢谢。欣赏。对于我在这个位置当评审这么多年，我碰到非常多像你这样非客籍的人士，我还是要提供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你的语言能力一定很强。那对于客语要唱这个歌，你碰到的困难就是咬字跟发音。我还是建议你每一首歌都先念，用客语来念。上到你黑真魔情，讲爱不，那下一首。不好意思，保留这一段，我没有要刻意，人生似梦斗艳边。念下全品以先甜，有没有？你念顺了，你唱歌，因为客语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在念当中，它其实就有音律在里面，所以你会很容易的就进入那个状况，你也不担心你的咬字，就不会在唱歌的时候一直在想说啊，我这个咬字对不对？这就是提供你一个很好的方法，谢谢，谢谢。
对对对。不熟的时候多念嘛，多念几次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们这样教课也对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听说读写嘛，多练习嘛。听说很重要。对对，谢谢谢谢。好，看好了，看分数了，来看分数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分数哈。看一下简彦峰的分数。谢谢，又是什么？也是很高哎，哦，很高很厉害。谢谢谢谢。哦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哦！对对对，回去那个课。谢谢高雄的朋友。高雄。高雄的朋友哈，多谢多谢，哎。高雄的欣赏。希望你迄个歌词才家己吼好好练一下啦哈。哦，你无要插我嘿。有他给你一个尬笑。好啦，沙落去古秋亭带来无情嘅心。好来弹好了。各位评判先生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哎，你好，今天也唱得很好。嘿啊，今日通作，那知道啲舞台当吼，紧冲吼，会紧吃盐，今日还有通作啊，台风各方面，哦，越来越经验的，亲油吃咸，吃盐嘅感觉，嘿嘿嘿，嘿唔嘿啊用，嘿，嘿吼，嘿啊，听说还红到国外去了。哎呦，红到国外啊？没有啦，哇，国际歌星呢？唔系啦，假期嘅该平了该今日啦，该亲戚朋友分别来我不看了啦。哦，嘿，啊应该外界嚟亲家请妹来了啦。亲家请妹，外妹嘅嘿，家门外国人哦。哦哟，真係家門外國人啊？真緊啊！哎呦，係啊。哦，嫁到哪裡？嫁到美國拉斯維加斯。哦，拉斯維加斯。哦，那我沒有，那他可能每天在那邊賭博。沒走的，還是就是開賭場？沒有啦。還是他們家是開賭場的？哎呦，哇哦！
摸啦，摸啊，就带那个片就出来了。带个片，伊个咪退休嘞嘛。哦。系是都不卡了，伊个退完了就出来。都爱摸一个老大，差不多1张年。佮伊带起来因来了嘛，伊煮嘛好食的饭给什么？就煮的给你这位传统家常菜，家常菜哦，给他吃得惯吗？是冇麻惯诶。是冇惯啊。是冇麻惯，伊个每时间有骨头诶。哦，他们都是大块肉，都是内脏，他们也不太吃。对对对，穷对呀，所以煮到咧都有肉啦，吼，像鸭肉烤鸭该当背该切肉是迄个吼，而不是我们有2吃嘛，2吃，炒的炒鸭架子，炒的该有骨头，佢唔有是骨头。哦，肉来个地位煮嘅是肉吼，伊就冇嘛会。所以你看，他们都是那个鸡胸肉啊。啊，对，对呀，比较他鸡腿不太。难怪人家说我们华人比较聪明，我们会用筷子，还会吃骨头。对。不是外国人是节省时间。他旁边呐。他旁边呐。呢個其實其實點解來比賽啦？一定來比賽。其實講因為。全部都有親戚朋友看。哦，真的哦，全部我過來親戚朋友看哇！哦，所以他家人開玩笑講紅到國外去。哦，開玩笑的啦，開玩笑，還冇搶。哎呦，你到拉斯維加斯可能去賭博不用錢。哎呀，不用錢。因為明年暑假邀我們去，嘿，直接有籌碼給你。哦，真的哦。對，去要小心哦。有蠻講。就是不要亂賭啊，哦，要不然你會住到那個地下室，那個。地下水道，他们那地下水道整片都是很多那个赌博赌输的啦，很多对，没钱赌本耗尽，很多流浪汉都在那个地下水道那边住在那里，总得赌，没赌啊，小赌怡情啊，一个片玩一下，玩一下还是要感受一下，告一下周的，对，好，来，昌泰的抢屁欣赏。秋婷你好，给波尼讲说 GoQ， 你唱的4平8稳，你唱的。就是很平稳的这样过去，但是我想老你讲，比赛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去突破你去嘎唱歌的地方。其实刚才唐你拱发个位置其实是不错的，我希望你可以把你讲话的位置用在唱歌。好，松一般你唱世辉老师的歌嘛，好，对，那。我那时候没有给你真的是很高的分数，因为我觉得你唱歌的位置一直都是压着唱。今天 Kyung 有这个问题，那这首歌很可惜，就是说你一开始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这个歌好像胸斗嘛该真母请这样，然后你这样沉，整个声音也是沉的，这样子的话，整首歌就非常的我们看到你的表情是这样，可是你的声音流露出来，却让我们觉得很沉重，而不是那个感情。好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你要把你的声线拉高一点。你刚刚讲话说你是在这个地方，而不是这个地方。然后你看那个on finger 对不对 ？on finger 那个滴了的，你已经成了有滴了呢。整个就很沉，然后你的声音在下面的共鸣的时候，那个给着你那个给就转不动，就会很钝，很卡。再来那个怎么轻，这个也是一样。你若在上面么跟么，那个感觉就不一样。然后这一首歌的副歌是不是层层堆叠，一句比一句高，一句比一句高？可是因为你的共鸣都在这个地方，你看，你唐现在跟你共发个共鸣，就是在这里，然后这里，然后这里，我高不上去嘛。但是如果是这样，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你是不是比较容易把那个声线往上堆叠？所以到第3句你刚嘿的时候，你爬不上去，差一点点。2遍歌都是这样，其实这是很可惜的。我们看到这个。一直在进步，那我觉得你也要去突破你声音的共鸣点。你回去练歌的时候，你志宽把你的声音稍微共鸣的地方提高一点唱，不要每一首歌都用同样的这个地方唱，这样子你每一首歌都平平的，我们听不到。你可能因为选一个很特别的歌，出来一个不一样的东西，但是你的分数没有办法整个冲过去。
怎么样听到，让我们可以在一个平淡的歌里面，透过你的声线听出不同的感情，这样子你就突破了。好，你唐也是哪个意思吗？唐也是哈，你在你看你说什么，你的位置在这嘛，不是什么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什么，你就用这样的共鸣去唱唱看。试试看，你的声音都从上面的位置出去，就会让你每一首歌，我们听起来就是比较亲吻的。那你在做层次的时候，情感上会更好堆叠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加油！心木先生，有办法吗？习惯了，练习看看。那就看下礼拜你用哪个共鸣唱歌。OK， 好 ，OK， 先看一下分数。好，看顾秋婷嘅分数。又是闪歌，心木先生，很棒啊，不差，没问题，可以留下来。好，下礼拜看有没有什么经验的表现。吃宽啊，好，加油，好，心木，OK， 谢谢。好嘞，下來係你嘅 V 面咋？你煙房帶來嗌搞人衝散歌。彈看啊！嗌搞人衝散歌，對半夜到天光，嗌搞人打猜猜，衝過一山又一山。愛講大鑼鼓，咚咚隆咚咚咚鏘，愛講吉他弦，咿咿哦哦咿咿聲，大家共下就衝出來，衝動一條愛落山，不分太細。衝散歌，衝跳來愛衝你，演出來打猜猜，你打鑼鼓愛記衝散歌，對台北衝到屏東，大家來打猜猜，對三人紅衝到海邊，阿哥來打鑼鼓，咚咚隆咚咚咚鏘，阿妹來吉他弦，咿咿哦咿咿咪聲。衝出來，衝動一條愛落山，不分太細也老嫩，衝到山公我半夜，演出來衝散歌，衝跳來愛衝你，演出來打猜猜，你打鑼鼓愛記。多謝大家。煙房今日可能我想帶來一條歌。因為所買看到嘅有個泰阿哥唱一條歌曲，突然抽起來。就上次有一個，對我忘記他的名字了。不過比賽唱一條歌曲還是什麼？有一泰國唱那條歌。有一點沒有的烏克麗麗的那個。對。Game over GB。我沒有這樣講。對，我就想講來唱看啊，就是也蠻喜歡嚴老師的這首歌。可以定一下啦。那條歌真的很經典，很輕快的一首歌，很經典的。只是說，今日有冇帶來去改創作嘅演唱嘅歌曲用帶來？演唱嘅歌曲，你說偶是原創嗎？對啊。想說作品要完整一點，也不用，最近沒有寫什麼歌啊。
哦，没有加一鼻水。嘿啊，我鼻水跳白冲过的啊。哦，之前有冲过的，所以也是那下我等是那个会下出来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哈，先高管这样讲。嘿啊，但是今年唔对高管嘛。啱啲咧，我衝到佢歡喜啦。今年衝歡喜哈。哦。要歡喜感覺。其實對於校園從來那時候我們有聊一下吧，還是跟哲老師聊過之後，其實我覺得我就是唱開心就好，因為大家可能有從看到自信進步，還沒懂歡喜啊。但是比賽本來就是這樣子一個過程，所以他就衝動來歡喜，嘿，體重有就好。所以你今天唱歌有投入？有，我每次唱歌都很投入，都很投入啊，是。那永清后啊，至少有唱歌投入第一要件嘛，对，但技巧也很重要，它可以帮助你更投入，对，要用心，把它放松，变成一种自然的反应，哎呦，来，好，唱完了哈，来，抢嘉修老师，嘉修老师来，啊，白先，我们正在研究，因为哈，真的感觉上觉得说，丹凤实在是在唱歌方面的基本技巧其实都没有问题啊，有一点是讲，我都尤其是我个人哈，感觉你真的有点希望你有更进一步的表现。那虽然燕王，我不得不承认你本身的音色，尤其低音非常的漂亮啊，但是高音的部分呢，你就是经常会用比较闪躲的方式啦，或者假音啦，或者比较空的那个声音，把它唱出来。一样也是唱出来，但是今天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因为平常太多人在唱这首歌了哈，然后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每个人的表达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很清楚的出来。那你今天是试图用另外一个方法，把它唱的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唱歌。我刚刚跟这位老师也在研究，说是不是现在年轻人唱歌都喜欢把比如说口型放得比较松，然后唱歌的方式就咬字也比较松。唱歌也比较relax 的那种感觉，是很放松的那个，把它整个就在一个同样的共鸣区里面把它整个的唱完，来表现自己的唱功。这样，我刚刚很仔细的听一下，果然你好像是用这种方式在表现你自己的那种很特殊的唱功啊，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挑战的。不过今天比较可惜的是，到了高音的地方哈，你平常都会用假音去带过去那个音准都还准，可是今天的这首歌呢，到上拱某班压这个地方，班压这个地方的那个音准就突然间感觉到有点失控了。但因为对你来说，我们一直在听的是这种演唱方式，能不能把它唱到完美的话，那就是一个满堂彩这样。那偏偏它一个小小的错，而且我觉得那不是 miss， 那可能是你在整首歌在表达的时候，那个班压那个连续2次，它都不是太准哈。那你听一下回放，那种感觉就是觉得不稳定的抖一下，不稳定的抖下去了这样了，那感觉尤其是在对你满怀希望的时候，会特别觉得浇我们冷水的感觉，这样哦，就还没有等到你去唱头像共鸣哦，这让我觉得有点太可惜了。尤其在今天，我在期待说你可能终于要秀给我，可是还是没有，所以这点是蛮可惜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样听下来，今天蛮危险的。我会先向执行了，某一听了，某一听了。执行想怎么有可能？哇！刚刚来看李彦峰的分数。我以前还去过朱歌会社呢。哎呦，你去过朱歌会社干嘛？真的哦。因为那时候我歌词都背不起来，最后只好叫诸葛亮打字幕，你懂吗？后来我就说唱完。叫诸葛亮打字幕，哇！哦，你叫你背打字幕，我是主持人呢。对呀。你叫你背你是咧唱啥？好像。刚刚来看李彦峰的分数，多少？2分，安永就先恭喜子欣，挑战成功，哎呦，有可能，一修保持还一，哎呦，被吓到，他有进步也是要有肯定啊，对不对？你哈斗，你哈斗，对哈斗，安永就重一筹嘛，你想做看看吗？
你一定要上去做啊！你有做过吗？那个，你平常比如说录影还没录，你有没有自己偷来做做看？没有，没有做过。现在可以上去做了哦，恭喜罗子欣。你跟艳红说一声不好意思。不敢说。不敢说。好啦，好啦，恭喜子欣，避免炸爆逼。哎，压得都成功主位，哦，你真巴帅哦，挺会紧张嘞。有可能要产生一笔10罐的避免炸哦。对，介绍一下避免炸来。也避免9罐的杨贵兰，过来加油！恭喜好，你是本的冲，好的冲，有可能要过关哈。本的冲就好了。好，安尼我比赛之前啊，就介绍完的评审欣赏。好，欢迎李秋华先生、昌永兴先生、曾明珠先生、林赞一先生。好，市民先生介绍题，来马上进行今日比赛哈。新嘅朋友来咧，新嘅朋友。TV 来自桃园新妇范强群真带来平板。来，谈看啦。范强那个，范强先生你好，哎，你要素鸟嘞，你要素鸟吧？啊？有啊有。你刚刚素这么有啊？这么你卡的呢？啊？我看一下。我本条钱块。吓人的一个字哦，写满满第一次来。哦，你第一次来，没有经验了。哦，会怕讲哦。我昨天晚上背歌词背到10点多啊，结果第2天早上来，哇，脑袋空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做乜咁做？我同你講，你嗰條看小抄吼，你至少有一個通奏有冇？啊，用咱們，你要看明顯的吧。看小抄，哎呀，都沒有經驗。係啊。因為我唔記得歌詞。唔記得歌詞。但是冇唱數拿多呢，嘿。哪有按數啊？你滾也標的。間奏的時間用標的，啊，唱歌的時間就拿。啊，你這騙很多人啊。對啊。對吧？你那唱的時間，對吧？數不能標的啊，啊，然後前奏一版的。拿起來看一下，哎呦，就看不出來。對啊，我是第一次，沒有經驗。啊，沒經驗啊，第一次。諸葛會社。哎呦，你去過諸葛會社幹嘛？真的哦。對啊，我是寫信給諸葛亮啊。哦，你下新的本給哈？對，寫信給諸葛亮，諸葛亮就叫他腳弟從台北內湖到我新屋把我載上去呢。哦，為什麼？對啊，他那麼看重你。我就說他是我的貴人了，怎麼樣啊？是你就叫啊？哦，我就說他是我的貴人了。用版講發生嗎？故事。他是你的什麼貴人？貴人啊！然後我那天是唱迷魂，知道嗎？因為那時候歌詞都背不起來，最後只好叫諸葛亮打字幕的嘛。
后来我就说叫唱完诸葛亮打字幕，叫诸葛亮打字幕。哦，别叫恁爸打字幕，我是朱麒麟呢。嘿呀，恁叫恁爸，你是咧唱啥？好像啊。对啊，我唱完之后就问他说，你觉得我唱的好不好？他说你啊，你青蛙跳进水里是什么声音啊？我说那不是扑通扑通，那就是不通啊。不通。哦，所以他特别叫小弟去载你上来，然后消遣你这样。对，消遣我啊。哦，耗够了，耗够了，我写了一封信，他还一直保留下来啊。哎，哦是哦。对啊。哦，那你跟他应该有缘。嗯，他会晚上他就晚上会梦到他吗？经常梦到他。哎呦，真的要干？梦到他干嘛？就差写数字给你借钱，就差还没做梦梦到你。以后啦，先不要，你30年过后再梦我。好啦，冲出来，翻用泰国冲出来，唱秋下情商的公平。公平啊！我唔啲用办公平啊。我做裁判多啲啊哈，最搞笑的一位。参赛者。那几场按数把种按可能狗吃的啦。冇见他们飙下来哦。哎，就是。先做先不飙。对，因为刚刚小康老师有这个建议啦。你说他可以怎么样？至少学一下那个红龙红嘛。哦，对，你写在手背上面。哦，超有吗？阿勇从三国做的吗？哎，这样比较看不到呢。对啊，阿勇从三国唔会去奇怪吗？下到手背。没啊，记得下到数把种，记家都喺度嘅休息室，其實講。我按做對嘛，我講唔做對，但是你冇本人看到，按用佢個規則書就本人看將嚟嘛。所以佢厲害，我嘅當緊裝，其實從頭按看到未。我按你幾場嘅人哦，都少幾場嘅人冇社會啦，係嘛？我覺得最搞笑一位，所以今日的比賽哈，雖然係好上啊，但是還係可能容易偏分。啊，那評判你的咬字彎起你都要注意啊。你歌詞清好啦，你一重先生寫嘅歌詞就清好，但係要同年啲地方要彎起，要注意嚇，冇彎起啦嚇，真情平嘅你沒彎起，我就話係從細到老你就沒彎起，不分離嘅分離的分是咬字冇爭。哦，你唱歌咬字，不然彈的是你唱乜嘅都不分，係開了，哦要注意哈，你開了嘅嘛係嘛？係啊，開了嘅。難怪哈，唔過你唱歌，既然你用詩音，你就全場用詩音嚟唱，啊，演嘅演前咩冇關係哈，唱一講，你戲數咪就戲比較不足，哈，唔過你叫咩千定石啦嗬，唔過按。30ปี啊，我最細隻嚟嚇。哦，比如啦細隻。我真係嘅時候咧搞笑啦嚇，所以叫邊樣佢哋會學本嚟睇下開心啦。加油！好，多謝。好，今日開心，行去睇下本書嘛。行去看哈，嚟看一下，夾本書。看一下頒獎權證嘅本書。好嘞。幾分啊？係啊，T8的嗬，T8建造唔怕，T8，佢配起來嗰次，創到以後呢，創到唔好查哦，T8就要背手不要再這樣子。你可以寫在手背上面，紅啊，樓台。對。那是那場嗎？紅啊，還不能動來動去。不是，要不你如果真的要寫在這裡，真的也是就要技巧。係啊，莫不你看太明顯的啦，好嘛？好，歌詞配起來啦，再努力一點啊，再努力一點啊，加油加油，好 ，OK， 好，回座休息。是嗎？再回去家裡哈。對，不練習。好，沙雷，喺呢邊係總明雄帶來平板啊，用吧。一起
春了金啊年，喜春了叫人。正音哦，两结婚做个啥没有？我真的你我隔壁那家哎，那个礼服公司家对啊，也去改，是念多哎，念多用暗号，暗号那念没有？用把暗号，你还个呢旧衣回收厂一念没？嘿嘞，是嘞。对呀，那懂厉害呢。哎呀哦，哎呀我以前练过，我练武功啊，功夫。跟特别有做过舔色嘛？有，中式就来做些做，嗰陣上到向個專業做天節做到可以做到老啦，做到唔會做。做到老哦，真係啊！哦，跟住我舔一朵啊，天貓都做即個拉雪田。哦，我安尼啊，唔係幾啊夾啊？冇啦，啊冇啦。即個是聽聽。即個中來即個是啦。哦，一田有水嘛？啊？我有水嘛？聽說有水吧？都做天旱啊！我天旱，我讀到天旱嘛。哎呦，係啊，佢要讀到天旱時間用辦。該用去幼兒園該是挺嚴重哦。嗯。是那種由官方去求雨哦。哎呦，官方官方去求雨，可能去人長落去你求水哦。哦。是官方求的，真的是就是。用板求。他怎麼求？那時候那個有一個行嘅大理啊，普通人你是後家做馬上去做厝嘅，做厝嘅衫，厝晒嚟。厝。租绸缎的衣服，租嘛，對。嗰時新苗呢，佢普通落雪之前會不暗，哦。但是佢落雪先看見冇要落水，落緊前水就什麼熱暖水嚟啦。冇我講誒，你村上嗱，跟那秋天咪就什麼1旬2旬年，出來就覺得不牛血啦，天災就天災啦。要求我要好，一下亂像落熱頭水啊，鋪到落水咪要軟喺度嗬，點冇？啪啪個落前台，真係解哦！乜嘢橋嘅咯？用按那時候跟人種係做前期啊，先做人就做前期啊。天種嘅哦，人種下去呢？我跟金州以前哦，而家6、70年前嘅哦，跟橋依然橋會多。有。哦，係一個冇無雲就赤腳落水。哎呦，好奇妙哦！很神奇哦，誠意感動天。真的，來，看你唱完以後，我們老師會不會下雨咧？會叫冇。因為總是人創一個平板吼。佢中西青辣，吼，佢熬絲也清蒸，拌料也清菜，但是也佢比較我相信總是人佢自己應該了解，可比如講佢從天意記3寸金蓮嗰隻蓮絲，基金佢牽那個油的味吼，都較淡咧，吼，4寸橋又唔會哦，但是佢第3季買咗5、6、7千份，牽的時間，佢個味吼，佢個團結又將接轉去。買咗了5來了7千了份。
表示佢還是十分的內行啦。啲係啦，啲講樣嘅來講來補啦嗬。我哋啊可能歸下嚟講，從來是親吻啦，四平八穩。唯一嘅缺點就係做一個米啦嗬，常常嘅創山歌嗬，一個牽韻，尤其係米韻嗬，愛牽油拉啦，係十分無拉嗬，斷曲就較缺點啲嘅啦嗬，其他相當好啦，加油！小康老師，他應該有降2 key 哈。我不曉得，他一開始就跟我報要 C 調。要 C 調，但是我覺得他以前應該可以高個2 key 可以唱，可以他剛剛那一首降2 key，降2 key 啊，降3 key，3 key 啊，降3 key 哦，降很多，3個是降3 key，有差啦，巴士郎聲你知道嗎？你要降嗎？我現在還沒降，還沒有，有一些歌啦，有某一些歌還是要降一點，會越降越多啦，一定會的啦。好嚟看分數，看一下總民雄嘅分數。阿勇伯，21.5分啦，唔會錯的，唔會錯的。比上一集有樣啦，係啊，所以冇問題，行咗留下來哈。好，按姿勢。做得哈，謝謝。做得啦，哈，行哈。人活到老就是要要讓自己開心呐，唱歌會輕薄一點，係啊。背歌詞聽攏嘛。巴士郎說唔是下都當紅啦。加上四海下青苔。好嚟沙來一篇叫帶來羅山歌。好嚟等個啦嚇。就拍头前上張也是這，你啥講嘅幫你管啦，你是跳水，紅不跳唔水，所以就你到羅雜糕啊，讓去辛苦，讓去電多晒，哦，有好嗎？當然冇好啊，我你聽到安妮要一下，你還會是酒啊，乜東西啊？帶法蓮的人哦，個淡哦，
我青苔，我青苔，天同青岛，天风台，风采有，一吹就吹到去花东地区开始。采有到，天同有到。对咩？担两个动态在巴黎，关的，关的哈，关的哦。全台湾哈，跟不会去都青奈是都在巴黎。真的嘞。都一定可以抗那个7级的那种。那有一摆堵到个梯筒的时间，哇，要冲出去啊，蒙眼出来，蒙眼出来啊！哎呀，把脸待在饭店里边，对，没人出来。有上次哎，特别大概2、3级这样，就讲都不死，打电话专医法脸，哎，做马超哎呀，地震哎，我怎样？那我怎样？哎呀，感觉，哎，感觉哦，还好啊，还好，关系啊。跟巴连那部个天气都大清哦，清温哦，清温对呀。还有那个风采啊，那风采它等于强哦，它等于强。哎呀，风采天同拢等于强啊。等于强啊，对啦，所以在巴连较安全吼，这个较注意着要安全。对，就有一摆个龙王台风有冇？龙王台风，应该十几年以前有。哦。我在家喊爹夜来饭店上班，夜来越美丽，越来越美丽。他上班那个路个电线杆，全部放的。这边一样的，好像上班。啊，等都绕。大概绕路卡远的路去，绕。跟没办法做这种服务业，啊，就听说有你没有放台风假。那个台风假只有1天，张营业天啦。啊，个天线路面他们涨好啦，规张业涨，老个天线顿涨涨好完的，所以就行规张业的有。对，像真给也辛苦。对，发动的朋友哈。对，真的发动的朋友命较好，命较大诶。人空气都清好，资源风景清好了哈。好，OK 了，冲起来了，向民族欣赏。花莲人亲太淡啊，亲，也亲如福气啦。吼，我天拜独到还是会讲，吼，天桥子啊，吼，跟他创有按救来咧，吼，进来进有把握咧，吼，所以你先果当重要，我先呢比较呢，吼，較好創誒，吼，唔會咬絲咬唔得張誒，係用人魚啊做得揾到清潤誒，係用人呢讓做得拿到更加嘅過分，吼，繼續嘅努力，好唔好？好，什麼？安主席，好，來，歡迎下各位粉絲啊，歡迎下天橋嘅粉絲。好嘞。這是3分哦，5分哦，嘿，7分天呢，厲害，嘿啊！恭喜！所以家下演出呀，演出啊，幾好都冇彈出來。哦，韓主席好，會做休息。韓主席，好嚟沙下來，沙落去仲要整帶來3個字。來談好啦嚇。
要讲东牛人。哦，牛人，哎呀，尤其伊个转音，系啊，那个系个转到大。羡慕。哎呀，很厉害！你看上礼拜当音管的，你一下子排到 TCV， 这表示一下就下台了，看分數嚟噶嘛嚇。看分嚇。誒，上禮拜啊，主要下台講下嚟看分數啊。厲害哦。讚。跟住還有生意呢？你要升級當家婆咧。家婆咧。生意按好生咧，做家婆。同樣冇嘢聽到筍。錯。因為佢上班嘅關係咯，所以我星期日到拜五請落去土日咋。佢有本錢本冇？要那點意思啦，幫忙機啦。係啊，土生人嘅春天咧。冬天咧。冬天哦，幾太？你要14多個月。哦，咁啊，日本土咧。昨日是大不下，凍喺兩種，所以冬天就會土生人就會過梅。按成日吼，要唔使磨，係增強所以慳敵人鬧，所以唔夠壓人哦。頭擺有同新人講，我都講日頭擺以後講新人啊，每同帶又有人講過嘛。冇啦，總講設計每慳係做得幫忙，就去幫忙啦。對啦，當到尾講，每同帶冇啦，叫個新人講出嚟，咩人帶？所以好像辛苦啦，但是是一個甜蜜的負擔，我覺得。甜蜜的負擔，可能孫那樣太頭前上張嘅時節，你啥講嘅殯儀館啦，你是條水，硬不條唔水，所以就你到老雜教啊，讓佢辛苦，讓佢顛倒晒。哦，有效嗎？當然冇好啊。偏方都知道，民間習俗啊。那後來有就比較乖。哦，就前4、5個月開始是哈，緊張咧。糖講水冇時間就會放跌脫啦，啊，你石頭就放打開了，就會響誒。對，你就不用，冇你都不用得安眠藥危險。哦，你還危險是酒啊，媽都是啊。好來，衝出來槍戰疫情上。鍾玉珍哈，係嘛？要開綠講鍾玉珍係嘛？珍。鍾玉。哦。你比上禮拜哈進步很多。尤其係發聲嘅部分，發到兩度龍調嘅聲音哈，當好。韓國一點嘛，當披風嘢嘛，你講開綠嘅人做得長時間，從到按標準。要好好學啊！阿無限低聲嘢係啊，即係以後啦哈。你上禮拜唱嘅哈，千強因為了解哈，還冇按準。就今日唱嘅嗬，當好來唱音了的話，內容非常嘅順利。安個啊，有一隻平遙嘅唱腔，平遙嘅唱腔啊嚇，你睇講嘅親難得講用當順咧，尤其係唱啦四季八節唱下嚟就講嘅，講運用到一小節，然後嘅四季搭落度嗬，溫馨嘅地方。嚟加油！好，先生。哦，要分數應該當好啊，哈。來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總有整個分數。好嘞。哎呦，就是雙調。先生。哎呀，哇，呢個分數真係特別好啊，恭喜哈。繼續保持下去哈，這些下來會做消息哈。可以哈。哦，上下來入邊，拜託不要緊張哈，不要緊張，就慢慢來，順順地唱，應該是冇問題。你避免叫關咧用歸難到嚟平板。來，彈過啦。好
油葱油葱唔错嘛？冇啊，冇啊，哎呀，就安尼冇问题，系冇做好。做嘛安尼冇？冇啊，其他人量啥真紧张呢？可以紧张啊！可能新吃菜的感觉。救管的你嘛，对嘛？系啊，亲民一关的挑战的呢，系嘛？哦，看样的，没有味道压一关都大变，对因为也是果子很爱吃咖虾。哦，吃咖虾啊！系啊。哇！这样用较好，我唔记得。哦，吃咖虾就较冇安好呢。啊不是，其中的冲好了就好了呀，系嘛？对啊，因为个果子冻都全部太实下来嘛。哦，太实。对呀，哈。啊，你吃虾，你吃因为你吃果子好。你那下嘛来意思给果子。我下讲，因为来创果系带着快乐的心来创，平常心，嘿，就像来做志工用的，平常心服务老人家，嘿，安样的心态。生啊，防疫路，果子你不多想，下用个意思啦，推表给自己心情。好来，听众，产品是欣赏公平哈，好，抢球啊，欣赏。看到暗亮的细阿姐哈，他个心情要不清好啊。你们看阿峰更看你哈，有看到吗？啊，煮过面啦。我同讲，伊系喺好长嘅时节咯，绝对当不然之前有喜剧，一定逃不过我的手掌。讲老实话啦哈，既然人从按度10来讲哦，准备按度歌曲来哈，本人挑战都冇按容易。啊，今年今年多了，最尾一关呢哈，挑战。好啦系，平稳，只有一家要作词。好冇？你也是点嘛？清腔啊，下几一家啊。哦，吃下的不茶今后。润酱，气质又好，你也点就会酱啦，哈。做个三步就酱哈，你也今日平稳，系讲老实话啦哈。今日甲阿峰讲，老阿吉娜当推你紧张啊。其实我从头到尾挑战咧比赛嘅讲，唔是紧张。你放工那一只撞100就啦，唔是紧张，係嘛？所以你雙腿就嘛啊平穩嗬，按頭腦從家我們房間出這輕定嘅食是按輕看按嘅嗬，唔好緊張啊！家看見到個你那個休息室是緊看按緊看，按電多你嘛，你嘅規則頭腦會忙啊，係會按，所以會依賴，不用講，錯哦，所以你歌詞要一首歌詞聽聽嘛，你就拿佢配出來啊，不用強水的心情穩了，你就會好好表現。冇錯。啊，今日的表現非常，感謝。哦，希望你講，好，搶你嘅有成績，劉德富台東跳下來看你，歸然自己會挑戰7米館嘅分數啦。哦，可以攀爬10館 B 面嘛。哦，跳下來看用歸然嘅分數。愛當佛台，愛當佛台，獻鬼哈瑞老佛台，下台佛酒嗨。因為我歌有寫到凡爾賽宮嘛，然後我大學的時候，我的專題就是寫那個不一樣，我專題寫羅浮宮。上次就有人去法國嘛，對啊，他說哦，你有去法國那個羅浮宮嗎？哦，那個叫羅浮宮，不叫羅浮宮。有。跳下來看用歸然嘅分數。我忍不住尖叫了一下。恭喜歸然記，恭喜歸然記。哎呀，哎呀，謝謝你啊，哎呀，握手一下。哎，什麼有成績哈？那你先回座休息。什麼也可以哈。哎，用就恭喜你嘅歸然記哈，有請你嘅欣賞，手下欣賞，辦法你嘅獎比賽。還有你嘅高中欣賞辦法，輕鬆有個支票1種哈。哎呀，對呀。恭喜歸然記，今天我們製作人要撇了3萬塊錢。來，先請你嘅手下欣賞哈，恭喜歸然記，翕相一下哈。還有你嘅高中欣賞，用歸然哈，太陽下的當空哦。支票。來拍照，好來，好。哦，恭喜歸然記，面試官成功。好了哦，還有他的唐貢人的天衝哦，還有親友團啊哈，我們的粉絲團。好了，獻花。恭喜歸然記，楊志生哦，
谢青鸟团哈，是梦两位欣赏哈，谢谢郑校长，高中欣赏，又出来欣赏，谢谢，是梦两位欣赏，来来同哪里啊？同听哪里啊？哈，好，谢谢老师，两位老师，谢谢，好，来。呀，像你的归兰很不容易哈，10次卫冕哈，连续4礼拜的挑战，感想，成功的，我请感谢你呀，特别评审的欣赏哈，因为评审的欣赏特别就无穷量，哈，所以我请感谢你的评审欣赏哈，所有嘅欣赏，对，所有嘅欣赏哈，还讲我要感谢我中山班的那个团长。车明书欣赏，今每每又嚟到現場哦，同加油呢！佢係我中山班團長。團長，對，車明書欣賞嘅，他對團員哈，董有心，真嘅呢，董有心嘛。還有我感謝因為我有在羅英英老師的歌唱班，還有對，也有在謝啟國老師的，也有在魏勝松老師的，我學到很多寶貴的，就是唱歌的技巧。對，我要感謝每一位老師哈，還有明珠老師，還有秋夏老師，也常常私底下會跟我講，雖然我沒有跟他學過唱歌，可是。他真的，他們無私的老師真的是無私，傳授他們的知識，3個知識。什麼欣賞？我對客家，尤其係三大調，我非常喜歡。所以我希望講我傳承下去。因為都桃園從強，趙彩雲老師，佢都會教。因為佢哋喉嚨冇乜嘅好，所以我讓謝明收良山去做他的助教，然後就教學生，是這樣。所以我們對客家非常非常的熱愛。謝謝。蒙歸蘭之還有車明書欣賞。对，虽然这个不是算是一个结束了哈，但是可能还是有另外是一个阶段性哈，阶段性的一个阶段的任务哈，推广你往后还有很多事情要推广哈。哎呀，这要麻烦了，恭喜哦，谢谢。明年士官是连你新的关注哈，对，这个拿从一周的哈，好嘞，来同你听啊，好嘞，恭喜恭喜你的归兰机 B 面士官挑战成功，耶！是连你新的关注。农业音乐会，哇！今日节目当中啊，有抢到一位算客家界的饶舌界先驱啊，带头者。冇錯，依叫冇看到咧。對，當叫是來個人的節目一擺啦。係啊，但是想要唱佢就見唔來。大牌啦，係冇。佢們係發行新專輯張來嘅啦。饒舌歌手都怪怪的。哦，真的嗎？對。等一下看有多怪。怪小。唔過今年為個金曲獎呢？哦，我知道。新專輯要等清九了呢。係啊。哦，因為投案九當出來哦。唔知咧，等他滿。這麼優秀的人，真係奇怪咧，奇怪咧。啊，先堂期後我唱過啦，哦，冇空用嘅饒舌歌曲哦，歌曲哦。歡迎客家嘅 rapper 順帶。嚟。Yo Sunday， 我是头沉睡的狮子，在黑暗之中被唤醒。他们说脑海里存在着幻听，不小心就被我的声音占据。一举手一投足具备了强烈的蝴蝶效应。他们都说我是哈嘎的 king， 但我低头戴着帽却掩盖不了，那是我天生的命。别冒险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，你也没噪点。拿着我的照片，叹了一口气，却无处抱怨。买胖起来是原子弹，塞满全身36000多个毛孔，充斥着燃点，提醒你保持点适当的距离，以测安全。最含金汤匙是我从小吃饭新方式，大人们爱相转，不吃软饭，赏我汤匙。KD 矿石压上金刚石，撰写旷世巨作，只要给我一支笔就能搞定。调性是暴力，用文字烙印 ，AKA 天王老子，由不得已调戏。爱动佛台。
爱动佛台，现跪下来老佛台，下台佛做海。爱动佛台，爱动佛台，看爽的你爱改你起来个代。爱动佛台，爱动佛台，现跪下来老佛台，下台佛做海。爱动佛台，爱动佛台，看爽的你爱改你起来个代。按不跳莫迪甲水莫黑答应，会爱黑灵感世界黑莫半截灵散，小兄弟存在的俩水平爱就会打你。爱朋友不够亲爱，可爱母主风都想答应。记到第三下恋爱为那好东西不记到傻皮。动动伊唔滴机上都容易，记伫内位，莫怪黑穿乞丐车选机黑带跳哈个瑞介伊，动员到俩位。I always low, but I classical 对待爱，像对待蒙娜丽莎发作业，爱生一掉爱。跳过佛台，喜乐流量有恶魔法 to sit down。爱民冲老心境全 king size 爱情欣赏。前跳黑对 hip hop 跳过眼睛，快点出风 ，cookie my soul my flow 永不流通，将100掉否定爱出风。爱动佛台，爱动佛台，现跪下来老佛台，下台佛做海。爱动佛台，爱动佛台，看爽的你爱改你起来个代。爱动佛台，爱动佛台，现跪下来老佛台，下台佛做海。爱动佛台，爱动佛台，看爽的你爱改你起来个代。跳过佛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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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好亲爱亲爱落台。跳过佛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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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好亲爱亲爱落台。阿不跳莫迪甲水莫黑答应。会爱黑灵感世界黑莫半截灵散，小兄弟存在的俩水平爱就会打你。爱朋友不够亲爱，可爱母主风都想答应。记到第三下恋爱为那好东西不记到傻皮。Yeah， 通过佛台。耶！动佛台耶！大头哥好，金大姐好，你好，梁伟好。哎呦，忘了唱罗哥哥呢？这样黑没黑？哎呦，金毛狮王嘿！佛台啊！为了这个新专辑哈，新的专辑来到你节目了啊，众酸来了哈，头发都弄帅帅这样子。对呀，都火烧过了哈，才变这个颜色。动佛台，动佛台，从泰国做海啊！台佛做海，哎，有在听歌。这个新专辑，我对生命演唱出来啊，会不会太离谱？太久了，我还吃懂。可能跳以前觉得自己不强。对，不够厉害，这次都全制作这样子，对，然后花了比较长的一点时间。一般饶舌歌手都对自己很有自信在，没有啦，你怎么会觉得说自己？Andy 他杠音哦，还比较那种谦虚一点。饶舌歌手对自己的作品啊，不管对自己的表现，一定都是那个态度就走对了。你的歌感觉没有很谦虚啊，是没有，这首歌比较屁一点，来，好好介绍新专辑。新的专辑。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因为也花了蛮长时间嘛，跟第一张专辑比较不一样。第一张专辑比较算是 old school 一点，就比较我们讲叫做崩贝，比较就是固定的牌子。然后这张专辑就比较多元化一点，就是可能有 trap 啊、EDM 啊，还有就比较不同种类的嘻哈歌曲，就对了。对，融入很多的嘻哈都在一起，对，嘻哈有分很多种，对，也有很多种，也有爵士嘻哈，就是对。哎呦，爵士嘻哈，对，爵士嘻哈是那个配讲的音乐是爵士乐，是吗？对，没错。背景是爵士音乐，然后配上那个嘻哈的鼓组这样子，对。哎呦，这可以玩一下，没错，对，讲真的，安尼乡亲朋友啊，你要讲我系好生意啊，创个老师，唔得你太清难呢。真的不会啦，朋友哥，我看他也很常唱啊，我听你也很常唱。没有，我在那边乱唱了。真的吗？他那不是鼠来宝吗？我那是鼠来宝。加来叫过去。对啊，我觉得很不错啊，我真的有想过说要不要找大牛哥来合唱一下。真的哦，广州的。以后有机会吗？我上次唱完以后，然后那个谁。那个 Star 倩就来找我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然后就来找我，看我这种这么显眼啊。
然后就走了吗？那个是，对啊，都在正拍。一句话就打死你了，是不是 ？rapper 都要在反拍这样子。哦，现在时代变了啦，正拍也是可以的。真的不容易的。现在都3拍了。3拍了哈，三拍。他们玩拍子这些东西啊，迅猛啦，迅猛。不过这么一个搞11年哦。对呀，12年很久哎。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，就是可能我觉得自己之前音乐也没这么强，然后又加上之前我又比较感性的人，可能又跟女朋友分手之后就有点低潮。哦。对，然后就低潮之后就变得有点忧郁，我觉得有点忧郁的，当你忧郁的时候，就好像有点没办法做一些事情。不知道哦，你那么有情感面哦，这样子你牵拖很多呢。对啊，没有怪到说跟对啊，尿不准怪马桶歪呢。怪东怪西。后来觉得真的是自己音乐不够强，就是你听到老外那些国外人做那种嘻哈音乐，他可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个鼓组，你就觉得。怎么那么好听？我可以听一下午他那个鼓组，但是我听自己的歌没办法。后来发觉是自己的那个就是混音不够强。哦。对，然后后来才就是去找一些外国老师上那个混音课。对，所以然后就是这几年，然后开始就是一直精进。对，然后觉得这次做的顺便还有一些以前的，譬如8年前、7年前歌曲，然后重新来混音。觉得对，觉得很像还会走的嘞。我觉得有某空样的，对，觉得有一点比较有一点 label 好一点，对，就发了。那可能第波都个英文词没有写到他好。有吗？有，他真空。那都有看哦，你看。很认真哦。再带来一首歌，好吗？那条歌。好，下一首歌 Crazy Fan 比较不同一样的。哦，来，疯狂的粉丝来。我想的人伊强先发，我想的人伊闹强喊，我想的人伊强先发，不过马个人伊有关系，我想爱 ，like a boy，like a boy， 不过马个人伊有关系，我嘛爱，下你down。买下一秒，不是讲日本语，幸福当上 not to fail。爱袂当生意，收藏会当生意，你的笑容安永俊，冲去挑战，全世界的全地方，任喜来会当不了，错过最美日本茶桥，跳起变得冲劲。用袂对天意的笑车，爱无爱，爱无爱，爱无爱，爱上爱，爱上爱，拉上爱人伊强先发，爱上爱人伊闹强喊，爱上爱人伊强先发，不过马个人伊有关系，爱上爱 ，like a boy，like a boy。不过马个人伊有关系，爱嘛爱。你韩国路的向的，挡不了的碰碰向袂用袂爱用声音弄，莫是讲 before。讲起会有人有天能一清楚，伫界讲来讲去，今日上的情义不传信息本意。莫想当伊爱让伊照过来 kiss me， Oh my God， 变航空伫面窗下跳起变得冲劲，用袂对天伊的笑车，爱无爱，爱无爱，爱无爱，爱上爱，爱上爱，爱上爱人伊强先发，爱上爱人伊闹强喊。爱上的人伊强先发，不过马个人伊有关系，爱上爱 ，like a boy，like a boy， 不过马个人伊有关系，爱嘛爱。读懂你的世界，I'm a crazy fan， 跳ở中国看鸟，而上而甩莫哦，下一秒的时间become a crazy fan， 你的笑容安永俊，冲去跳蚤。
啦啦啦。Crazy Fan，我以为会停机，好帅哦，真的。没有，我就这种饶舌歌手真的就是。这你很羡慕哎，超我很羡慕啊，吉雄的州还做唔多，不会啦，真的做不到啊。可是以前这真的要练呢。以前年轻的时候都要看着那个家里的镜子去练那些动作。通奏的练习啦。练习。没有，我重点唔单单通奏啊，有个扑的啊，个调全部都黑啊。没有，我在家里也是会有练啊。真的，听谁的练？是练奇怪的动作吗？没事。你是要讲引导到那边，他会讲不完。那不用练，那不用练，就是啊。哎，唔讲人家转些两千贴片呢。哦，叫做 Renaissance， 什么意思？文艺复兴的意思。文艺复兴运动的文艺复兴。对 Renaissance。其实一开始我是取名叫做什么 Plan A， 就计划 A。对，但是我就觉得后来写到最后就觉得，哇，这个名字有点无聊，这专辑名字有点无聊，什么计划 A 计划啊，蛮无聊的。然后今年6月的时候，我就刚好去那个，我去捷克旅行。对，我去捷克旅行，然后就。捷克，你好神奇哦！不是那个哇塞，地名对，捷克。广告很久了呢。真的，你有印象？有印象。按谁时间？按谁？捷克跟我们台湾是友好的国家。对，就是因为它友好，然后我们想说那就去看看。就布拉格，就去到那边都是每个都是文化遗迹啊，很艺术之都。然后你可以有胸片。对，哎呦这强呢。这是去那个奥地利。这是奥地利，对，他是带前女友去的。没有啦，同一个带老婆去。蜜月旅行啊，算蜜月旅行。对，这是刚才是哈修塔特湖。然后这是在 CK 小镇。CK 小镇这个地方就在捷克了，就在捷克，这我还蛮喜欢的。它其实以前是贵族住的地方，然后每个房子都很小，然后是被河围绕的一个小镇，很 chill 就对了。所以你的音乐都在那边做的吗？没有，我已经做完才去。做完才去。对，然后不像周杰伦说他去到那个国家，然后在那边。没有，我是做完才去，算是去修。没有这么粗的本。去修，对，没有那么粗，去休闲，但是名字是去那边取的。因为我的歌曲里面有一首叫做《凡尔赛宫》。对，然后就觉得去到那边发现那么多艺术，然后歌词有写到达利啊一些艺术家，就觉得如果取文艺复兴的话，很像还不错。也是跟我们客家也有点关系啊，要发展客家的文化啊，对，让这个文化能够复兴嘛，对，我也有这样想，对，我有这样想，对，哎呦，那厉害哦，那个大牛哥转成这样厉害，谢谢。然后这个是去那个啦博物馆了，捷克的博物馆，所以里面都是很棒。然后这是一个什么蓝龙墙。就是他们是约翰兰农吗？对，兰农这个西门町就有了。有没有跟 TPAT 缝？它其实就是一个斗争。之前就是他们会去宣泄不满，会写在墙上，就对，然后我就觉得蛮叛逆的，就觉得对就必须去拍一张这样子，对。因为捷克算是比较晚开放自由给贵港，对，其他是不受有保留青斗给他们的那些古迹，对那些东西。其他还是共和国嘛，对啊，你去到的时候就是还有很多自治的地方，对，就是他们人看到你的时候都感觉都是比较，我不知道他们法令是不是有颁布说什么。你不能对外国人怎么样，就看到你的时候都会，就是他们会比较就是很内敛，可能就是会看着你，但是他不会做很多的动作，或是不然看到外国人看到你要做什么动作，不然就是很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你像如果到美国的话，很热情啊，对，没有那种很热情的感觉，某一种感觉，对，比较没有像，还是你比较高冷。也没有啊，是你高冷的关系，也没有吧，我不知道哎。没有哦，故事有可能我帮他贴个事情，没有，可能我遇到的是这样子吧。其实一开始第一个是想要去法国，就因为我歌有写到凡尔赛宫嘛，然后我大学的时候，我的专题就是写那个，不一样，我专题写罗浮宫，抱歉，罗浮宫，也是在法国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有上次我有看，罗浮宫是像美术馆这样，对，凡尔赛宫是他们皇族住的地方。不好意思，抱歉，讲错了。上次就有一个人去法国嘛，对啊，他说你有去法国那个罗斯宫吗？那个叫罗浮宫，不叫罗斯宫。有，说错话单元。对。捷克唐贡亲讲了，而且还可以去他邻边的小国，奥地利、德国啊。对，我觉得艺术人真的要去一下，真的哟，去一下。艺术人是谁？我不是，我
我也不是，我们都是艺术家。我不是，他只是有钱人。虽然说这还是台湾的自然真的，真的棒，台湾真的棒。哎呀，永远发行情的转型。啊，徐梦怡，过来冲一条。再有没有机会再带来一首，好吗？带来什么？一首，没问题。一条狗尾啊。再来，我也说有没有机会再带我出国？带你出国。你组一团，我们跟。带一首叫做《哈嘎 boy》。哈嘎 boy。对嘛，出客家的饶舌还是要有一点哈嘎的。哈嘎 boy。哎，哈嘎 boy，yes。哈嘎 boy，yes。哈嘎 old boy。哈嘎 old boy。哈嘎 man。哈嘎 girl。old man。哈嘎 little girl。little girl。走的，来，哈嘎 boy。Yeah, I ain't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My Lego G like a NASA. 配音不是某出戏是小学。I ain't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My Lego G like a NASA. 乡亲朋友听爱来咧，魔术师爱朋友全把讲爱讲袂当奇怪，因地分人类都艺术家的世界。莫你酒醉的爱看到安静的 CM 我去 TG 牌，伊老记着是存在是莫强用，对来来讲全部任务都爱心地图，但有分到幸福的几条讲，最爱的几条讲。早起想你，不是做梦，你是想你，看你就像有人都在黑马你，不是敬重，爱上先讲 Hello 可以学，你就很爱按不跳水，唔太概念。You really drive me crazy. I ain't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My Lego G like a NASA. 配音不是某出戏是小学。I ain't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My Lego G like a NASA. 乡亲朋友听爱来咧，也不住安讲，叫不满安讲。为你取名系取名为公主改表命，日本应该黑平都马赛只改抢命。Yeah， 该单纯的Hakka boy。假使你的高高的每个来，少做个容易，该唔知的下列技法，所以你送本意。早起想你，不是做梦，你是想你，朋友就像有人都在黑马你，不是敬重，爱上先讲 Hello 可以学，你就很爱按不跳水，唔太概念。You really drive me crazy。要盡到無限，愛冇辦法。啊，你有臉也不會用版權公主做。I wanna see you every day. I wanna see you every day. I ain't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My Lego G like a NASA. 配音不是某出戏是小学。I ain't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My Lego G like a NASA. 乡亲朋友聽愛來咧。I ain't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My Lego G like a NASA. 配音不是某出戏是小学。I ain't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My Lego G like a NASA. 鄉親朋友聽愛來咧。